山理論咧係由一位好出名嘅家庭治療師 Virginia Satir 提出嘅。佢嘅理論就講，當有一件事發生咗嘅時候咧，人就會有一啲嘅行為去應對佢，而呢啲外顯嘅行為咧，只不過係佔冰山嘅一小部分嘅啫，喺個水面上面。真正影響我哋做出嗰啲行為嘅咧，就喺個水底下邊，仲要係一座好大嘅冰山。下邊嘅嗰一座嘢咧，就攞嚟係比喻我哋嘅內在啦。好，咁我哋撇除面嗰陣先吓。所謂嘅內在嘢到底係啲咩啊？首先一次過快速咁講晒俾你哋聽先。下邊嘅依次序分別嘅係第一層應對姿態或者叫應對模式，佢係唯一一層咧介乎於水面同水底之間嘅。呢一層咧對於成個冰山理論嚟講咧，可以話係好重要嘅嘢。不過我哋今日咧就暫且唔理佢住先，因為咧有少少複雜噶。